即係譬如我哋睇解剖外星人，今日睇真啲，係啊，嗰個位係笑到撲街嘅，講真，睇咗幾個禮拜，睇嚟睇去仲係劏緊隻手。煲劇廢鴨。好，又到咗同大家一齊睇戲嘅時間啦。今次要講一套電影啊，就叫做《再見 UFO》。最近都好多人睇啦，話好正喎，好好睇喎，快啲睇咗喂咁樣。如果10分嚟講，我會俾7分。係啦，佢有佢好睇嘅地方，但係同時間呢，我純粹覺得佢係一套，即係佢嘅成功之處，其實佢係一套賣情懷嘅戲。係啊，同埋佢係有一批好獨特嘅 target audience。只要你唔屬於嗰班 target audience 咧，你係 get 唔到呢套嘢好睇喺邊嘅。再見 UFO 其實係19年出嘅一套電影嚟嘅，咁但係因為一啲唔同嘅情況啦，係啊，即係啲發行理念分歧而做咗倉底貨。之前試過喺電影節嗰度上過嘅，咁所以套嘢唔算係冇被公開過嘅。終於去到26年，即係隔咗7年之後，終於叫做正式可以上映到啦。金像獎佢有好多提名 whatever 都好，咁我哋撇開啲獎項唔睇，就咁睇套戲先。around 80年代咧，其實華富村有一班人話見過有 UFO 嘅，用呢個都市傳說去包裝，就係話呢個故事入面曾經有4條友目擊過呢一隻 UFO， 呢一個作為個藍本去發展呢一個故事嚟嘅。間接上咧，佢就係講緊呢幾個人由80年代經歷咗香港回歸、金融風暴、千年蟲，去到最尾，佢套戲係喺03年，即係沙士嗰個年份嗰度完結嘅。係啦，即係你當 around 呢20幾年去經歷咗嘅嘢，其實係某一部分香港人嘅集體回憶。呢啲故事嘅主人公經歷咗呢20年之後，講好多即係佢哋唔同嘅家庭嘅轉變啊、流逝啊、失去啊、人生經歷過嘅無奈啊、改變啊。即係如果你屬於喺香港生活80年代打後，你經歷過晒以上嘅種種，係70後啦、80後啦、90後啦，around 呢一批人，其實就係呢一套戲嘅 target audience。target audience 以外嗰一批人去睇呢套戲呢，其實我覺得係好少共鳴。如果你講緊我成套戲我睇完啦，我覺得個劇本係 OK 嘅。推而上呢，其實佢啲演員都 OK，尤其是佢童年嗰班演員係揾得超級好。最深刻係佢嗰條童年線係真係好舒服，同埋係好共情到嘅。你去到最後，我覺得成套戲其中一個敗筆就係佢嘅剪接。係啦，因為成套戲咧，其實叫做係一個插敘嘅時間線，但佢嘅插敘咧係一時又插嗰下，又一時又唔知插幾多年，一時又插唔知幾多年。嗰個位咧係睇到有少少無所適從嘅，甚至乎我去到中間有啲位，我會 feel 到有悶場嘅，就係因為你唔係好知道你而家睇緊嘅嗰一幕嘅嗰個時間線對成個古仔有啲咩作用。呢個就係個敗筆。但係因為你綜觀翻咧，成個故事脈絡或者佢嗰個意識表達咧都係 OK 咧，先至叫補翻啲分嘅。即係佢插敘又唔講年份喎，嗰啲年份咧佢就會用嗰啲即係畫面上去代替啦，即係譬如佢講回歸，啲人可能屋企人食飯就喺度就會講啦，播住電視啦，佢可能亦都會講金融風暴，佢就可能就係大家去到炒股嗰啲畫面啦。如果你唔係香港人，或者係你唔係呢個年代嘅人，你去睇你係撈唔到究竟邊個喺先邊個喺後嘅。咁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情況。你話講起剪接呢，其實我就真係推年少日記嘅，同樣地都係用一個類似插敘嗰樣模式，係年少日記又係有一條大人線，有一條細路線噶嘛，佢嗰個剪接就做得好好啦，就係一嚟我會分到佢係大人定係細路，佢細路亦都淨係集中喺一個男主角身上，佢唔會好似而家呢一套戲咁樣有3-4個細路，然之後你再分散咁樣去講述。同埋年少日記佢嗰個插敘係有意思嘅，原來你要估邊個大人扣落邊個細路，其實係都係一套戲嘅重要嘅 message 嚟嘅，亦都令到成套戲嗰個最後嗰個爆炸力好勁嘅。好，咁我就會再睇翻而家呢一套再見 UFO 細路嗰條線。其實我自己覺得你如果係以一個電影嘅方式，我都已經坐定喺個戲院入面呢，其實你不妨你可以直接循序漸進去翻大人線，我會睇得舒服好多嘅。即係佢可能係有其他嘅考慮，佢會將大人同細路嗰條線不停咁樣交錯穿插。我 miss 咗一 part， 佢中間會無啦啦交代啊，又諗話已經同班朋友已經好多年冇見啦，嗰段嘢
我會覺得好愕然嘅。點解佢哋會咁多年冇見呢？咩原因佢哋分開咗咁多年失聯呢？喺個故事度你睇完最後係冇交代到嘅。呢個呢，其實我覺得就係因為剪接上不停咁樣穿插呢，而冇咗舊嘢。咁我覺得呢個位係可惜嘅。但係重心嗰樣嘢並唔係講緊去講華富村 UFO， 純粹係一個比喻或者象徵。而咁啱 UFO 呢件事其實都係香港人嘅一啲共同嘅回憶。即係譬如我哋睇解剖外星人，今日睇真啲，係啊，嗰個位係笑到撲街嘅。要睇咗幾個禮拜，睇嚟睇去仲係劏緊隻手，去用 UFO 去比喻一樣嘢，就係呢樣嘢係好似好天馬行空嘅。有一堆人係唔信，即係講緊人總會有一啲幻想啊，根本就喺度發夢，經歷咗你好多現實嘅洗禮。而咁啱佢嗰啲現實洗禮嗰啲畫面就係浸住你呢一班 target audience 嘅共同回憶。其實喺個過程佢好似沉浸式嘅表現，就係令到你去回想翻，哦，係啊，我經歷過呢啲事件嘅。你係屬於嗰位年代嘅觀眾呢，你自己你會腦補嘅。我哋香港回歸咗之後，其實仲經歷咗好多嘢。正正就係因為呢套電影而家遲咗7年後上，你經歷咗更加多嘅嘢，你腦補埋入去。覺得套戲嘅得意嘅就係最後個主角嘅細個嘅一啲共同嘅回憶，而呢一個回憶係間接咁樣去釐定咗佢哋嘅價值觀。即係譬如你講天佑，雖然佢相信有 UFO， 反而望咗 UFO 之後，佢去否認咗UFO 嘅存在，因為佢屋企嘅背景，因為佢老豆嘅謊言。幽南就係因為我見證到 UFO， 所以我想追求嘅嘢，我會努力去追求，因為所有嘢都係有可能嘅。咁同時可疑就係咩呢？我見過 UFO， 所以我相信有可能，但係同時間亦都係因為我性格上，即係細個佢已經經歷咗好多嘢，佢需要去考慮家庭好，考慮現實嘅人，係即係屋企人叫我做咩乜師，我就要做到嘅人。如果佢好多理想，好多夢想，佢明知有 UFO 嘅存在，佢被逼要放棄，係啊。咁然之後，但係佢心入面其實係心癢癢，佢好想去離開地球嘅。經過咗 UFO 事件之後，唔同嘅價值觀衍生咗出嚟，經歷多20年後，佢再重聚嘅時候，佢有機會去回想翻佢當初嗰個初心嘅時候，其實佢係會做啲乜嘢呢？佢會想同過去嘅自己講啲乜嘢呢？係啦，呢一個位如果喺個故事上咁樣去寫呢，其實我都幾中意嘅。每個人都會有一個情況，就係你會想同翻你過去嘅自己去講某一啲嘢嘅。當然我哋嘅回憶未必係見到 UFO 嗰段回憶啦，但我相信過去你總會有一個回憶係叫做界定咗你自己某一啲未來嘅行為，嗰個就係屬於你嘅 UFO， 係啊，即係令到你可以勇於去發夢揾自己人生目標嘅嗰一樣嘢，嗰個就係屬於你嘅 UFO， 令到你想衝出地球，令到你想做翻自己。套戲就係講揾翻自己個內心小孩啊，佢同過去嘅自己做翻個和解咯。故事入面阿天佑嗰個角色價值觀就係要錢，我要揾錢，揾錢炒股，去到佢真係要同個內心小孩和解嘅時候，就唔好意思啊，我嘅人生原來好多遺憾嘅，即係做咗好多嘢，最後都係冇咗嘅咁樣。係啦，去到個右南嗰度就原來我仲未死啊，原來我一個病壞而我可以捱到今時今日啊，你真係唔容易啊咁樣。去到海怡都係嘅，主要佢條故事線就係講緊一啲工作啊理想嘅落差，去到去揾翻佢兒時嘅自己，佢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做翻你，因為我中意細個嘅自己，細個嘅自己係我好成熟嘅，我可以 take care 我細佬嘅，同埋我中意我可以催生嘅。但係去到大個，我係連催生我都要去揾間 K 房去唱，我連結婚都唔可以自己揸主意，好多嘢我都係身不由己嘅。而 end up 佢哋最後就係做咗一樣嘢，就係 Mayday 我要離開地球啦，咁樣一齊走啦，係啦。咁嗰個寓意其實你之後諗翻 OK 嘅，其實有啲鋪排幾靚嘅，唯到時就係剪接係搞唔掂，係覺得有啲位係多餘嘅。即係如果你以我頭先講個故事去想表達嗰個重點出發，天佑嗰條感情線係可以 cut 噶喎。咁如果你2個鐘頭嘅電影，其實你 cut 咗呢條感情線，你做個幾鐘，其實個節奏會明快好多。咁其實我覺得過咗咁多年呢，套戲而家上係一個好嘅時間嘅。其實華富村都係一個會過去嘅歷史嚟嘅，而家都係要搞緊重建啦。隔咗咁多年，當然你話可能7年前呢套電影已經上咗啦，但係如果你嗰7年後你再上映嘅時候，其實你會唔會可能加翻啲片段，後面
面加句字就係話華富村而家都要重建啦，然之後你再配翻可能嗰幾個細路喺華富村天台嗰度玩嘅畫面，係啊，或者係你揾吳兆軒再嚟講多幾句旁白，今年係幾多年幾多月幾多號華富村已經照拆啦，咁樣其實都好型嗰件事。咁啊，另外一個位唔明就係我結尾就係吳兆軒，我懷疑佢係想去做一種好似說書人嘅方式，因為佢開頭就係講咗話我啦同阿 sa 啦天佑啦就一齊見證過有 UFO 嘅發生，跟住佢結尾就係有個旁白就係今年係03年嘅4月1號啊咁樣。佢喺套戲佢除咗頭同尾佢真係接咗個旁白之外，佢中間嘅作用係啲乜呢？當然佢喺 UFO 嗰件事佢係旁觀者啦，但係喺個畫面上又唔係好充分咁表達到佢喺旁觀者觀察呢3個人嘅角色。佢結尾嗰個03年4月1號係一個乜嘢嘅日子？點解佢要咁強調去講，仲要去做一個結尾呢？咁呢啲都係我嘅疑問嚟嘅。綜觀嚟講就10分俾7分，真心覺得套嘢係賣情懷嘅。招呼嗰班70後至90後嘅嗰班中年成年人 outside of that 咧，其實套嘢即係佢個意思喺度，但係係咪真係去到咁中大家嘅心呢？就真係見仁見智啦。好，就係咁說時遲那時快，已經10分鐘啦，拜拜。